TVB 巨星幫嘅吳業坤開始有出頭天啦，除咗最近商場活動多咗之外，聽講公司劇集都越嚟越多揾你幫手咯，好似最近有組戲開，有個重要角色俾你做噃。我諗呢次係比較重要嘅一個角色啦，即係監製都有講過，即係嗰一集係比較重要嘅角色，因為係講述羅樂林去燒傷我啊嘛，佢就去睇下點樣彌補翻我嘅嗰啲。咁但係真係你拍嘅時候，使乜要點火嗰啲㗎？唔使點火，但係要化嗰啲妝係要化個爛面嘅妝同爛手，即係其實都幾嚇人咯嗰啲感覺。你知啦，跟劇組做嘢好辛苦㗎，你頂唔頂得順啊？嗰個時間即係終於感受到咩叫做07到30嘅感受咯，即係你未拍劇之前，即係覺得其實間中開一日咁全日都係好辛苦，但係原來其實個個都係咁樣搶咧，即係覺得自己好渺小，突然間覺得即係係咯，希望都有多啲機會去搶多啲咁去訓練下自己咯。